恒生終於成功私有化，但呢個唔係好消息，而係匯豐要親手接火棒。點解要撤市？因為地產爛賬已經大到唔遮唔得。匯豐收返恒生，表面上係整合，實際上匯豐要直接孭起全港最重嘅商業地產債，壓力大到爆燈。商業地產跌50%。恒生以前借出去嘅錢，抵押品依家全部唔夠數，匯豐依家一夫當關。2026年仲有幾百億債務到期，匯豐又唔敢強行收樓，呢一種借新債還舊債呢一套仲可以玩幾耐？大家唔好以為只係大地產商嘅事。房地產相關產業佔香港 GDP 足足1/4，商業地產唔掂係會引發全港性嘅骨牌效應，會直接拖累建築、裝修、法律、會計，甚至連廣告設計都一齊減縮。所以恒生點解要私有化？匯豐點解要撥備550億？因為佢哋知道抵押品已經唔夠數，當銀行要收水自保。過去幾十年，香港人信奉磚頭只升不跌，呢個神話已經徹底幻滅。未來2年，我哋會見到更多債務重組，更多地產商要斷臂求生。作為普通市民，我哋要保護好自己，現金流先係你唯一嘅救命草。喺去槓桿嘅痛苦過程入邊，生存先係硬道理。呢場地產寒冬幾時完？留言你嘅諗法，點讚訂閱。一齊拆穿2026年財經真相。